我们了解客华词汇对应的几种情况后，在写作客语时，还有几个诀窍跟大家分享。第一，我数写我口，也就是讲，用的念，手用的写。比如讲，无也两只诗，而你来看下背嘅啲嘢，我唔知下晝會落雨。故說冇帶到閘誒，我不知道下午會下雨，所以沒帶到雨傘。念嘅時節，就會寫念冇嘅時節，就會寫冇。第二，唔過有條音係強用嘅時節，就會用語義來分辨，我用哪一隻詩？就像廿三隻詩嘅音完全強用，就會用嘅意思來結添用詞。比如講，嗰啲有幾下嘅高高嘅細妹係我嘅同學，那裡有好幾個高高的女生是我的同學。這句子裡有很多個字都念嘅。示範了 "ge" 的3種意思。第一種 "ge" 表示那裡的那 "ge vi" 那裡，這種 "ge" 是代詞，客語要寫言部加害的 "ge"。第二種 "ge" 表示一個、兩個、好多個的"個"的意思，好多個客語就是幾下 "ge"。此種 "ge" 是量詞，客語要寫人部加故的 "ge"。第三種 "ge" 表示的意思，比如高高的、我的，要寫白部的的。客語字則是寫成人下面一豎的 "ge"。把握好這些訣竅後，接下來就來看一則從高級書寫正音華語轉客語嘅題型，來練習客語特徵詞嘅使用。我們來看這個華翻課的題目。他昨天感冒，略微發燒，要去看醫生才好。這樣的句子，我們可以怎麼轉成客語字呢？先跟大家講2個小技巧。首先，以詞為單位，圈出名詞、動詞、形容詞、副詞等做初步的轉換。再來，盡量使用客語詞彙，不要用華語直譯。解題的時候，他要轉成己，昨天要轉成丑不日。感冒轉成客語有很多方式可以說，例如很多、狼豆、東豆都可以。略微要寫成略略誒。發燒，客語、華語是一樣的字。要這個字很常用，轉成客語時，記得一定要寫成 oi。去，客語、華語是一樣的字。看醫生在客語不會直接翻譯，而是寫成本性上看。才好的才要寫成張，所以整句話轉成客語的字就是佢初不日寒到，略略嘅發燒，愛去本性上看張好。寒到的地方也可以換成狼到、東到。